刚叫的。他那个二楼那个顶哈看有点重。不，他们跳起来才会重。他们跳起来整了是。哎呦，是刚交流吧？就有点明显。继续，7分多钟。很明显。啊？嘎，为什么中间聊的嘛？不知道。太花了。那次警察就说你们不要太集中了。当陪酒。这他就把这抢花了。看一下那个直播，你可以看见视频，它在这儿呢，在休息呢。看来是这个，在休息呢，正在看下一个跳舞啊。这个完整版本。这个吗？要好一点吗？吴京的那个影响声音大。西湖43多节的，4多节的那个。那么错嘛？就是4多节的那个，3分多钟。就是上场的时候跳了2次。好几周了。你不是要好一遍吗？不用黑吧？来，重来。好吧。音乐。重新放。谁看完了吗？那么错，他们说了叫那么错3多节的，对，没有歌名儿，连唱，谁和谁的新歌？对，连唱是有歌手，什么连唱1、连唱2。不用排练，随时都可以跳。
好的，他经常直播跳舞的，你要关注他。他新进直播间的跟这个点相关，可以看一下直播其他视频。球起的不一样哈，这个可以还可以一样。球起的动作没跟上，球起的动作没跟上。长谷歌刷点小视频可以了，朝鲜刷点小视频可以了。他直播跳的老累了。三只老虎，大老虎。他们汗水都流出来了。新进直播间的不要走啊，给主播点一下关注，点一下赞。主播经常会直播跳舞。还有就是猜一下，那就是。刚叫的，我就直接开始了。刚叫，这就要是才3个人了嘛，才3米就有劲了。刚叫头是这样的，口里的胸质也好。
低着头，低着头，低着头。这个桥的口洞，哇，这个可密线，这个底的这个桥一直不会。坐底要就地上爬的那个水波之海。猛男版的，兄弟们，猛男版的。哎呀，别说了，看猛男跳舞。那个多，在那个，再拍点要好一点。重新要练一下。去这个。他们自己编的那个地上爬的。这以前去他们在收费站里面跳的那个，他们8、9个一起跳的那个。